天了，7天了，军队要够8天、9天、10天吗？拿来比较，谁讲的？我说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，你们就是为了要等这一天，等到你们满意这一天，你们要走起来。谢谢主任。5月19日晚上，李鵬喺電視上頒布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嘅命令，軍隊開往天安門，學生緊急往各入城路口阻截軍車。當晚，從外地調進來嘅北京部隊分成卡車、裝甲車、坦克，從豐田、六里橋、沙子口、夫家樓等處。新聞話我哋得100幾人啊，而家影片睇我哋幾多人啊？為市民同埋大學生阻攔。5月20號，學生領袖宣布有20萬人參加絕食活動，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，慰問軍人，勸佢哋放低武器。一啲士兵流住眼淚，一啲顯得不知所措。事後更加盛傳有軍長級嘅幹部因為拒絕執行戒嚴命令而被辭職。同一日喺香港，亦有4萬名市民冒住8號風球喺維園集會，由大新華上門口聲援北京嘅學生。5月21號，北大自治會開會，決定繼續派學生阻擋軍車進城，並計劃喺廣場撤離學生。當日，我哋香港嘅《文匯報》喺社論上開天窗，寫上痛心疾首4個字。香港嘅民眾亦都發起自開埠以嚟最大規模嘅150